那今日嘛是清明连假第2天，这天气开始有变化。气象署表示讲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甲东部明仔载开始会落雨，甚至是雷公雨。也那交通的部分，对着这个清明连假，代替是加开10班车。高公局预计，这国道5号交通量是117万车公里，也就是平均的1.3倍。清明连假第2天，国道1号车要是真侪，尤其是新竹湖口的路段，时速捌无到40公里，敢若会当行得动咧。伫国道3号桃园大溪的路段，车嘛袂少。高公局预估，初5国道的交通量是117万车公里，是平均年平均的1.3倍。为连假第3天开始，国道的车流会做是上北较侪。明后天开始就是国道的北向的尖峰日呢。那建议要从南部出发的用路人呢，在早上9点以前就出发使用国道；中部的用路人在中午12点以前就要出发使用国道。呼吁民众为初6开始，上北的民众上好伫中昼进前就出门，因应清明连假疏运，代替宣布。为初3到初8会加开10班加班车，其中包括8班新自强号、甲2班区间快车。台铁公司预估，今年清明连假每一日平均载75万6千人，比去年增加11%。因应和平地区苏花公路未通，需要救援的物资，台铁嘛加开2班车，载大批的救援物资去和平站。清明连假毋但爱注意路况，天气嘛有转变，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。北部甲东北部，初5开始有短暂阵雨，礼拜开始各地拢可能会有雨。到周日跟周一的话，会受到这一波锋面的影响，那水系上面会是更多的一个状况，所以到了周日跟下周一的话，各地都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现象。水气愈来愈高，气象署提醒。北部的民众早暗的温差变较大，爱特别注意。另外，影响最近较会有地动尾，加上有雨的天气，呼吁民众若要去山区，都要注意落石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